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6月初10，诗篇31篇24节安尼讲：今仔毋望耶和华的人，恁着壮大，恁着坚固恁的心。三甲来祈祷，坚固阮的心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阮坚固的石盘，你是阮的高安台，你是救阮脱离对敌罗网的拯救者。你也是阮伫患难中及时的帮站，因为安尼，阮要放下所有的挂虑，也除去阮惊吓的心，互阮通伫你的内面坚固徛在。主啊，一个时，阮的烦恼甲忧愁填满阮；一个时，阮额头看袂到头前的路；一个时，阮担忧的心大过对你的倚靠。总是你对阮讲：今仔仰望你的人，拢着刚强壮大，因为你要坚固阮的心，坚固，互阮无跋倒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帮助咱，每一天拢来到伊面前仰望伊，互咱刚强壮大，有坚固的心伫伊头前徛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